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9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那也讲有蔡英文甲中国高层互动的证据，立也讲赶紧提出来。另外，韩国瑜办公室也讲要告，讲韩国瑜妨拐过人。台南新市的大排水沟竟然出现误期，台南市政府讲会赶紧找专家去查。美国众议通过对 Trump 的弹劾，不过送到参议恐惊会放大事发生。美国民主党占多数众议院10月通过表决，对美国总统 Trump 的指控伊乱用职权加妨害国会调查这两项弹劾条文。众议院说落来，专案会送到参议院进行弹劾的审判。不过共和党伫参议院较偏头 ，Trump 恐惊会放大事发生。不过 Trump 也成做美国头一位放弹劾了后，佫想要拼连任的总统。Today, as Speaker of the House, I solemnly and sadly open the debate on the impeach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we do not act now, we would be derelict in our duty. It is tragic that the President's reckless actions make impeachment necessary. He gave us no choice. 美国众议院10月伫咧议长佩洛西的演讲了后，2党议员进行10点钟的大辩论。全议表决是拖到暗时8点半才举行，指控总统川普滥用职权甲妨碍国会调查两项弹劾条文，就如外界所预期的，伫咧民主党占多数的情形下全部过关。川普讲这伫咧第17任总统安德鲁强森甲第42任总统克林顿了后，史上第3位被弹劾的国家元首。And history books will record it, and the people will know why we impeached. It's all very simple. No one's above the law, not our commander-in-chief, not our president. House made a partisan political decision to impeach. I would anticipate we will have a largely partisan outcome in the Senate. I'm not impartial about this at all. 案件伫1月要送参议院启动弹劾审判，到时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兹会做主审，100位参议员就是大陪审团，众议院选出的代表会扮演检方的角色，将川普的法律团队做庭审。规个过程短16天，上长有可能拖到6礼拜。这个审判庭事正定的参议多数党领袖麦康诺讲，袂阁增加证人会缩审缩决。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台湾的政治新闻。国民党有风声讲，因有掌握蔡英文甲中国高层互动的证据。赖清德也讲，若真正是有证据，就袂等到即阵唔提出来呀。也搁再讲，韩国瑜伫咧政见会对政见拢无讲到半项，感觉真可惜。总统蔡英文在咧结束电视政见会了后，19出席音响展，也佮和台北市长郭文哲险险做伙共台。因为郭文哲最近一直咧批评民进党，只可惜两个人大好小相心。我也要特别感谢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一直扮演着我们政府跟业者的双方最好的桥梁。也带领着整个产业不断的成长。政见会了后，蔡总统出席活动，敢若讲主题，无去讲到近来新闻。那大选特别到啊，副手赖清德除了骨力伫咧替立委候选人辅选，也出席 AI 人工智慧高峰会，讲起科技产业的5棒，有科技界的选票。三战交打愈拍愈烈，对18电视政见会，赖清德是恶落蔡英文伫咧守护自由，抑个民主的表现。不过批评韩国瑜政见是讲无几项。20个副总统电视政见会，赖清德讲。好好表现。那最近传出国民党手头有蔡英文，也有中国高层互动的证据，赖清德也有民进党主席德英台拢呛讲有证据就杀出来。我想这应该是选举语言呐。那如果真的有的话，他应该老早就公布了，不会留到现在这个时候。昨天辩论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啊，但是也没有嘛。好，那如果是韩市长还有其他的。这个证据，或者说其他的国民党员还有其他的证据，请他告诉我们，是不是韩市长进中联办的时候，人家告诉他的，不然他怎么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所以一切的事情不要在选前故弄玄虚。那蔡英文伫咧18已经捌强调，1998年含海基会前党市长高金虎捌去过中国1摆，选举特别到啊，两岸的问题牵动台湾的政治，也互压力愈战愈激。记者综合报道。
2020年的总统大选剩无到1个月，各阵营拢伫咧拼选情。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也去到彰化造势。另外，韩国瑜的竞选办公室召开记者会，除了批评民进党，也反驳台联指控，讲韩国瑜妨拐过代志，也去到台北地检署提告啊。 甲中华县长王惠美到电视面也试食在地农特产品。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到中华莅临，甲青年农民展开座谈，也推出农业政策，鼓励青农、务农。现在很多什么物联网了哈，刚才我们廖总干事讲到，空拍机了哈，等等等的哈，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用。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城乡规划，把乡村的这个居住环境弄到好。 提出政策以外，张善政也学了韩国瑜的政见发表会表现真好。只有家己的在20号，甲民进党赖清德甲亲民党的异商来辩论。张善政认为，口才好歹毋是重点，而是爱看政策内容。而选举逼近，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阵营出动首位发言人召开记者会，先反击蔡英文积极的高级主体案件甲规避案，伊个对台联指控韩国瑜在少年时有坐家，也接受感化教育，严厉反击指控。针对台联党主席刘一德先生，为了拉抬自己选情，恶意散布不实的言论，宣称谎称韩市长曾经在少年时期有犯罪坐牢这件事情，去提出刑事告诉。 就在民进党所讲的爱提出名单中被点名的国民党无分区立委被提名人吴思怀接受广播专访，讲家己无提出无分区是为了国民党。 我今天相忍为党，为的是什么？如果我现在自己退出了，中选会国民党的不分区就少一席，变成30席。第二个，往后的4年就没有军系立委了。另外，该传出吴思怀不出席对话活动，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话。吴思怀也澄清是临时通知参加，无了解是什么人主持。基于国际礼貌，所以留伫现场，无想到会被罢红。记者综合报道。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19透早去到新竹科学园区参访。宋楚瑜表示，家己用过伫咧做省长的时阵，有来竹科80几届，知影科学园区的重要性。台湾目前遇到真侪困难，政府就应该替这个产业界思考这个问题。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19号来到新竹科学园区，甲科技界进行交流。宋楚瑜表示，家己做省长，迄个时阵帮科学园区解决不少水电上的问题。为一党批评对手蔡英文面对台湾产业误缺的问题，无法度提出解决的方法。5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政府对这个5个重大的问题没有好好的去解决。 缺水、缺电、缺我们的人才、缺劳力，但是最重要的是缺乏一个政府的整合的能力。明日的亲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的联电农业副董事长宣明志，一早早来到现场，指出无论是叨一位总统候选人来到新竹科学园区，拢欢迎。总统候选人呢，不管是这个蔡总统和韩市长呢，他都关心园区的发展。 那宋先生呢，也希望说他在这个竞选期间和将来呢，还有他的亲民党呢，能够多了解一下园区的情形。为什么我说我只要做一任？4年当中，台湾如果不能够好好把问题去解决的话，台湾的未来的年轻人不会有好的前途。 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经济上重要的所在，大家政党候选人拢唔敢轻忽这地，然后拢来到新竹科学园区进行拜访，希望会使寻求科技人的支持。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民进党主席郭文哲针对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表现，认为蔡英文也是爱把政策做好，也考示韩国瑜唔通搁再喷政治水烂。另外，喜乐岛联名有甲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林荫昌也过关，讲伊有摕发票去甲郭文哲请钱2200万。林荫昌除了反驳，也讲要去告喜乐岛联名。 大声唱竞选主题曲，台湾民众党区协甲部分区立委候选人做伙港台，表现出少年活力甲团结气势，体现落来台湾大众行宽岛活动的热场。是台北市长，嘛是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嘛亲身来参加这个活动。
若是针对总统候选人第一场电视政见会，外界认为讲总统蔡英文即马讲的话变甲真有攻击性，官媒体是批评讲，敢若讲话嘛是无效，还是要甲政策做好。被人刺猬没有用啊，那这个还是一样的哦。该做的事要做了，当然不是说完全一无是处了，但是就说总是没有达到人民的期望。针对希罗岛联盟发言人周君如18用新闻稿甲人民册表消息讲，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林金昌2014年替歌文体复选的时阵，伫咧歌文体当选台北市长了后，捌摕市长联合发票，爱歌文体办公室甲2200万交出来，而且家己甲小处理掉。啊，毋过针对这个代志，歌文体是否认。我说那个消息一定不太正确的。第一点哦，蔡壁如2014完全没有参与了，因为他根本是我们要上任前几天才台大院被我找来。第二点哦，林锦昌从来没有在管钱的，所以更不可能我林锦昌拿什么账单来。林金昌嘛发表声明表示，希罗岛联盟完全违背事实，因为牵涉到个人名句，还有文章的形象，而且律师正式提出告诉，嘛呼吁外界停止选举的操作。记者综合报道。在今日透早8点47分，富光到北湖之间，火车架电的电线落落来，煞无电，双向拢无法度行。到下晡1点40分才恢复双方的通车，影响到11000多名旅客。这款情形也在今年已经是第5摆啊。目前富冈北湖区间电车线掉落影响，南下北上双线均有延误，请您搭乘其他交通工具，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早起8点外，台铁在富冈到北湖站区间发生电车线落去，造成西部干线慢分，由梅到北湖中间双线未通。台铁启动1级的应变小组紧急修理，早起在新铁车站大厅，旅客伫站内排队等待列车恢复通车。现在火车都可以开，是不是？火车现在有对开车时间未定，南下的，所以都停住。这班车不会到新北。为什么都晚？电车线故障，所以所有车都被卡住。桃园油梅车站大受影响，站务人员举着看板引导。台铁站油梅站到湖口站调客运车，予旅客坐。事故地点是伫富冈站的南边，富冈站的快道线登去了后，造成列车经过时阵，加电车线设备给扭登去。事故真正原因还在调查嘛？我们现在看得到是吉林宫一故障以后，它那个吉林宫会一路往南嘛，一直进到新富站，会沿线会打掉一些电车线的设备。台铁抢修了后，在下晡1点40分恢复双线通车，这摆总共影响47班列车，11000名旅客。其实今年台铁电车线登去列车5点定定发生，对8月永康到台南站，9月2站电车线受损害断电。上严重是在1月初发生在花莲和平站，电车线全部扭登去，影响29000人。敢若是今年总共就发生5站电车线登去受到损害，而造成5点。台铁讲运安处已经到现场修正调查，详细原因依然在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CAS 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最近进行联合稽查，发现讲有的业者申请国产鸡肉 CAS 优良农产品认证标章，却伫咧因的包装场看到进口鸡肉，怀疑因是做伙甲揽出去出货。若是去超市买包装食品，真侪人拢会经有 CAS 认证的标章商品。啊，毋过 CAS 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最近进行联合稽查，结果一届就结束3间公司的标章，包括婚姻馆一间合作农场，因为一年来拢无生产原本认证的产品；另外一间北方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工厂的管理无好，要求3届拢无改善。啊，若是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认证的国产鸡肉，却伫包装场所出现进口肉。我们在生产的现场就有发现它是有进口的肉品在那边，旁边有包装好的 CS 产品，它这个在这个场所它有混充的这个余地。农委会介入调查，发现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所供的鸡肉是业务用的，民众袂伫市面上买到。目前认证单位伫追查，互通路回收。CAS 协会表示，过去联合稽查的时阵，真少拄到一届结束3间标章的状况。这届稽查到国产鸡肉，若像内底有揽进口鸡肉，算是产品有疑虑，会限制业者伫咧1年以内袂当过来申请 CAS 认证的部分。半个月之内回收的事情就会回报回来，那我们就会去现场查核，再去工厂去做一次查核，跟包装袋的这些封存的确认。针对去用稽查到包装场所有进口鸡肉，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今日表示，因为业务主管请假，所以无去用通知，唔知影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银行在今日举行第4季的理监事会，会后宣布利率连续14季无调整，也预测2020年的经济成长率是2.57%，较侪过9月所预测的加0.23%。暗晡5点，中央银行召开记者会，宣布利率连14摆维持不变，定大现率维持1.375%。因为转单后，严加厂商扩大产能，近1个月出口恢复成长，民间投资增加。预期台湾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2.6%，明年是2.57%。就明年的这个贸易量的成长会增加的。是从1点几增加到3点几的样子。美中贸易的这个冲突缓和可能也会对这个贸易呢有所帮助。中央银行综合国内机构对明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包括中央银行2.57%，中经院2.44%，中研院2.58%，台总院2.63%，主计总署2.72%。对明年经济成长率平均有高达2.54%。台商回台投资。那资金有可能啦就是说商办包括商办土地的交易这些就是都是蛮热络的。不过呢，还是有一些的保守的心态的。中央银行也提醒，要让企业在台湾永续投资，确保稳定供电是第一要务。尤其未来智慧制造投资继续增加，电力需求会更加大。另外，即阵台湾高阶半导体甲 AI 人才不足，长期欠缺基础科学博士，这类人才培育养成也是当务之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外来的物种吞踏台湾的环境真严重。伫台南的新市大排水口，顶个月开始有人伫遐看到大约1种笑长的蛞蜞。虽然有民众通报消防队，不过也是抓袂到。有专家讲，蛞蜞看到人就会闪，不过也袂主动攻击人。市政府也讲会赶紧找高人甲伊抓起来。伫咧这白白落落的垃圾水内面，有看到一只敢若是蛞蜞的动物。无过看到伊游到河边，阁爬起来，真正是1公尺长的蛞蜞。这是台南新市大排，民众感觉奇怪，水只垃圾阁有粪扫，哪有蛞蜞伫内面？最近1个月一直有人看到。会很讶异啊，就是这个水沟里面居然会有鳄鱼，还看起来还蛮大只的。觉得会不会害怕？应该是不会吧，因为爬不上来，蛮高的。民众讲蛞蜞伫大排内面至少超过1个月。专家讲，这只蛞蜞是眼镜凯门鳄，较容易被惊到，无啥可能主动攻击人。当地环境无好，即马阁是当面期，若无赶紧解救出来，恐惊会死。它这种鳄鱼，它看到人就跑，它很胆小，除了你去抓它的时候，才有可能会被咬。蛞蜞专家讲，台南大排附近无蛞蜞场，有可能是民众无想要吃乱放，或者是家己造出来。它的活动力还蛮强的，那我们在上面作业的时候呢，就已经惊动了它，所以它呢就很迅速的往草丛里面去奔跑了，所以我们也再找不到它这样。消防队讲，接到通报了，有到现场菜楼队落去抓，不过蛞蜞爬入去草包仔内面无抓到。市府讲会找专业人士到3天，赶紧将蛞蜞刷到适合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头一间的中学，也就是台南市私立中英中学，日前发生讲减薪水风波，伫18又发生学校伫12月甲明年正月薪水发不出来问题。校方表示，目前学校的资金周转有困难，教育部国教署也派人去查，看学校的资金运用甲安怎要来处理这个问题。今年8月闹出减薪水风波的台南私立中英中学，校方甲教师会才拄协商出。教师先甲学术研究会90%借予学校，平均大家人减薪2到3万，但是18号阁逼出校方发不出12月甲明年1月的薪水，教师会出面呼吁校方爱赶紧处理。跟校长是说明了目前学校在资金运转的调度部分，那在资金没有到位之前，那事实上有可能会在12月跟1月的部分薪资发不出来。那学校一定会尽全力，寻求各方的协助，尽速将资金到位，那能够处分的校产，也希望能够顺利，可以完成的。对。校史超过100年的中英中学，于1885年创建，嘛是英国基督长老教会创办的全台第一间中学。厉害的校友是各界拢有，但是嘛挡袂过少惊吓冲击。教育部国教署的人员下晡去学校视察，双方关门会议。
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嘛讲，中营中学毋是办学办无好，是经营投资方向有问题，应该赶紧找出问题，才会当较紧解决薪水的问题，互教职员甲家长有信心。对于董事会我们要求目前9月份新任的董事长要行使他的一个职权，就是先去筹措经费来解决这个欠薪的问题。会爆发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今天才产生之前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状况，还有收支预算的部分他们要去追究前任的一个责任。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讲，虽然高中无归市府管，但是教育局嘛会积极深入了解。劳工局嘛会当了解老师的工作权，呼吁董事会应该进一步了解学校的财务问题，希望透过各界介入，让互囡仔受教权得到保障，嘛维护教师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本来伫咧市区的暗角角，可能是治安较歹行卡到的所在。不过透过10个艺术家，甲改造做公共艺术空间，唔那水更野的角角也变较温暖佮安全。经过1年的努力，中兴大学立恒岛的顶桥新工地对阴暗的所在变做3D 夜光彩绘廊道。光线的灯光照亮了人行步道，特别还会投射到我们的树木层。伫灯光照射的3D 彩绘胶啊，敢若像要画起来，亲像真的同款。两边的动物彩绘也充满美丽色彩。过去无人敢画过的所在，即阵有了新的风貌，日日时看起来也有无同的感觉。现代学生认为，变清气、变较水，也变较更加互人想要来咯。过去的区块是比较暗然后晚上经过的话是会比较毛毛的这样子然后会快速的通过。改变的话，我觉得对城市的规划跟美观，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啦。这个所在原本的照明设备拢歹去，天桥栏杆也凹去。台中市建设局开了2000万，重新来整理环境，也邀请10位艺术家用了将近1年来改造，打造3D 夜光彩绘，施工森林。若是成效良好，也陆续在台中市其他较暗的所在，也是公园的所在来进行改造计划。森林时间里面这个猫头鹰就是一个代表，所以最后呢，大家觉得说，在这个地方是蛮适合。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旧工地这样的一个意象，透过一些改造，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新亮点。3D 彩绘部分是用了500多枚用铅笔笔扫描3D 透视画图、温馨夜光彩绘加视觉错视画图这4大技法，打造力也无同的美感。地图上内底也藏有真侪台湾特有种的成本，等台民众有机会亲身去发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因为牵涉到中国非法资金，日本的自由民主党的众议员邱元书，伊曾任助理的厝第17号检方超过了后，东京地检署特别搜查部第19也去敲邱元书伫东京的议会办公室甲伊的服务处，本人也叫来询问，不过邱元书本人讲伊完全拢唔知。人讲日头赤影影是随人过性命，在澳洲17迄天的温度是冲到41度，也是因有史以来的上悬纪录。气象预报也讲19的温度有可能会搁再升悬，也互气候暖化对澳洲的伤害更加明显。也因为热搁再有风，害到森林大火是一直烧。当地政府也宣布讲，有的所在是进入紧急状态，爱民众注意。澳洲气象局宣布，当地17日气温降到摄氏40.9度，超过2013年40.3度的纪录，变做西元1910年澳洲气象纪录以来上热的一天。澳洲这波烧烟是受到印度洋海水表面温度不稳定所造成的。预计19的气温可能会创新高，佮加上时速要到100公里的强风，嘛互当地森林野火无法度控制。19透早，雪梨气候有大部分的风皮烟也打掉咧，真有名的地漂雪梨歌剧院今日会当小可看出伊的外形。新南威尔斯县因为还阁有加百火灾现场伫咧烧，超过半数的火势拢无法度控制，佮加上高温透大风的关系，地属新南威尔斯县19搁一届宣布进入7天的紧急状态。New South Wales will be in a state of emergency from today for the next 7 days. As you are aware, this is the second state of emergency we've declared since the fires commenced in July. 澳洲的森林大火已经烧几啊个月，造成6个人死亡，700栋厝去互烧害，烧掉约300万公顷的土地，差不多是台湾本岛的面积。澳洲政府目前有1000个消防员进行拍火的工作，预计19搁500个居民需要进行撤离。记者综合报道。
全世界拢有的金色员工门卖当劳麦当劳，互抗议讲工作环境对员工无友善。伫美如10个就发生讲有2个员工互电到摔死亡意外。另外，伫美国的芝加哥有几多间店拢无伫咧插人客拍员工的事件，员工也要拍算讲用法律来对抗。No fue un accidente, no fue un hecho aislado. Es este sistema que no está de nuestro lado. 美如全境29间麦当劳分店全部暂停营业，一直到完成安检为止。有来定美洲所有麦当劳营运权的阿克多斯多纳多斯控股公司，原本敢若宣布暂停营业2天，薪水照发，但是即马进一步延长暂停期限。暂停营业的原因是因为利马自由部落区一间麦当劳分店，15发生一个18岁甲一个19岁的员工。在变厨房的时阵，互电到死亡。检讨单位已经开始调查，同时嘛有其他分店的员工出面抗议，要求麦当劳改善工作环境。Estamos conmovidas por lo que ha pasado con estas personas, con esos trabajadores mal llamados por la empresa colaboradores, que han fallecido en circunstancias de absoluta irresponsabilidad. 这寡抗议者佫讲，伫麦当劳无欢喜的工作经验。包含上班的时阵无安全、薪水伤少，佫有无领到工资。对这寡指控，麦当劳拢无回应。伫美国芝加哥，17个麦当劳员工联合提告，佫麦当劳甲部分旗下加盟店敢若顾趁钱，无顾员工的人身安全。McDonald's for putting workers and customers' lives at risk every day. On average, more than 300 911 calls come out of a McDonald's store around the city every month. This woman came in and attacked another young female with a hammer. I was trying to finish school and pay my bills. I had to pay my tuition and I had to work for a living. 这寡员工提出的控诉内容包含有人客跳起伫柜台8枪击向因，有员工互人客用黄色提起风刺刀的告示绑拍，佫有人客向员工放尿，但是当事主管拢无作为，互因是非常生气。这寡员工认为麦当劳互因的员工伫暴力的环境内底，无尽到保护员工的责任。面对指控，麦当劳总部表示一向注重员工的职场安全，嘛加强对加盟店的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咱无法度决定生命的长度，不过会当决定生命的宽度。在15年前，2004年12月26日，一阵大地震造成南亚大海涨，印尼附近的国家一声死23万人。当时泰国有一个因为这个灾害孤儿，也在临时收容所大汉，到达也当到孤儿院服务。伊就是希望讲，甲社会提资源，大汉也会当行到社会。现年27岁泰国青年瓦塔纳是2004年南亚管教龄的受害者，失去父母的伊在番雅府这座儿童自身之家大汉。2年前，因为创办人罗加纳过身，转来接手营运，一直到即阵。伊每天照顾囡仔食饭，甲较大汉的囡仔来开讲。因为家己经历过失去亲人的惊吓，也有悲伤，也感念当年老师的照顾，所以伊用更加大的耐心甲同理心来回馈予这囡仔。ผมก็มาอยู่ที่บ้านท่าน้ำใจตั้งแต่สึนามิ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ครูเอ๋ครับผู้ก่อตั้งมูลนิธินะครับก็ให้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สนับสนุนผมจนผมเรียนจบปริญญาตรี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ให้โอกาสผมเดินทางไปเรียน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และปัจจุบันผมก็กลับมาทำงานช่วยเหลือคุณรจนานะครับ这座孤儿院在南亚管教龄发生了后，真紧成立。原本是临时的收容所，照顾70个囡仔。拄开始只是简单的布棚搭起来，内底也无啥物件。后来变做永久设施，规模慢慢成长。尾啊，渐渐得到慈善团体甲政府的信任。2012年起，升格正式的孤儿院，也开始来照顾青少年。已经陆续为几啊百个囡仔提供人生的庇护。ให้จากเต็นท์สู่ตึกค่ะจากเต็นท์เลยค่ะจากเต็นท์ที่ทำจากตอนนั้นที่ครูกบมาเนี่ยเอาโลงศพไปเอาโลงศพจากวัดเลยมาสร้างพื้นแล้วก็เอาเต็นท์มาจากที่กรุงเทพเพราะครูกบเองถูกส่งมาจากกรุงเทพ这阵孤儿院内底收容92个囡仔，由海内外无关来维持营运，有志工老师来替囡仔上课。下课时间是予囡仔充分来运动，学种菜、种香菇、饲鱼仔，认真甲自然的互动。瓦塔纳注意到这心灵受过伤的囡仔已经开始慢慢会甲人接触，愿意开嘴表达家己，也较唔惊爱面对的挑战，互伊是感觉相当的安慰。记者综合报道。
法务部的政务处长蔡碧中，因为伫家己面册公开挺民进党花莲立委参选人萧美琴，奉执其行政部长立。虽然蔡碧中表示家己是政务官，毋是公务人员，不过也有人认为讲伊安尼做无够公平。就是这张相片，法务部政务处长蔡碧中伫家己的人面册公开支持民进党立委萧美琴，互外界质疑行政无公平。毋那伫咧网络面顶看法无共，这件代志嘛继续伫传。毋过蔡碧中家己本人无认为讲有啥物无妥当。依照正式任命的这些人员，他是可以去助选，可以站台，所以我不晓得说这样还有什么问题。各位，我即便而且我是在我私人的脸书。毋过蔡碧中伊是法务部的人，司法人员应该更较中立，所以法务部长嘛伫咧18暗时甲伊约谈。蔡碧中了后，就甲面册文章摕掉。纯属他个人的行为，我也请他要谨言慎行，要维护法务部一个中立性要维持法务部的一个公正、公平的形象。毋过这个代志也袂煞，互其他花莲立委候选人感觉真不满，批评民进党动用国家机器。不断的玩法弄法的民进党，用所谓的司法来对付这些在野的候选人。就算他原来是心里头是支持萧委员的，但是呢，他也不应该在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以后，继续在公开场合表达这样的意见。我知道他对我深感不舍但是至于脸书的发文这样子的适法性或妥当性，这个我都尊重法务部的一个决定蔡碧中原本有心想要小天煞引起争议，敢是去影响到地方选择，嘛伫花莲引起真大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智库的外交关系协会发布2020年全球区域冲突预防报告，台海危机防列做第2级的运用。若准发生冲突，会有真大影响，不过发生的几率无悬。另外，中国是一再做航空母舰，有电台讲会做到15只，专家也讲数量伤过济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发布2020全球区域冲突预防报告，列出30种美国潜在冲突的影响甲可能性，其中台海危机防列做第2级运用。内容指出，中国正在强化影响2020台湾大选的政治经济局势。台海若发生冲突，会有重大影响，但是几率较少。台湾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刘福国认为，敢要引发冲突，要看双方政府的政策。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政府采取的政策不同，它会衍生出来一些危机的这种高张力，或者说比较低，这个完全要看我们的政策的发展。报告中嘛讲到南海冲突争议，因为牵涉到中国、甲东南亚各国，还有台湾，同款影响重大，发生的几率中等。它应该会持续在不同的这个段落或者说季节呢，它会还是像过去一样，派了这个军舰或航空母舰的这个战斗群进到南海去。刘福国认为，南海冲突应该被失控引爆，因为美中是世界两大国。需要负国际间的重大责任。进前中国第2只嘛是头一只家己做的航空母舰山东舰正式服役。自由亚洲电台因美国智库学者费雪里，预估美国航母未来上尾可能会发展到15只，甚至更加多。对这件代志，军事专家认为数字偏悬。15艘这个数量听起来对大陆的解放军海军来说，感觉实在是太多了一点了。目前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2艘华校甲板的航空母舰。那我个人认为，未来他们可能会再建造2艘左右有配备弹射器的航空母舰。报道嘛有讲到，一旦中国成功统一台湾，会把台湾变做巨大的军事基地。施孝伟认为，以台湾的地理位置，确实是真理想，但是甲规个岛军事化的可能性无悬。记者综合报道。无透露的高速公路收费员不满政府予因的补偿，甲蔡政府拄像您所讲的协议无同，实际所提到的是减3成。因也在2017年拍行政诉讼的官司，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今仔日宣判自救回败诉，不过因也讲要抗争到底。向法院听见两失业的国度收费员不满政府予因的年资补偿甲原本协议的无同，实际提到到60%。
各有自救会成员向排除伫外口。到伫2017年，对劳动部提出行政诉讼，暗过19，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自救会败诉。大概核算下来是6-7折，然后甚至有人没有，所以跟我们之前签议的协议金额是不一样的。所以啊，迫使我们，而且还要把一些人排除在外，所以迫使我们必须要保障我们所有会员的那个权益。 60位受贿员天也未光，对南部坐车就罢，听宣判，不过结果煞互因真失望。有人登去游览车时，一动的对法院未纳圾会。就是所谓国道关场之后呢，大部分的收费员其实是要打零工哈，甚至有人是做资源回收，所以这个判决的结果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道受贿员已经控制6年了，等来看2013年12月底，高速公路国道收费站 QETC 全面取代。 947个受贿员向解雇，有一寡人决定做自救会争取权益。在2016年初，取得总统蔡英文的承诺，做专案小组处理证据。迄年8月16日，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益、劳动部前部长郭丰玉甲自救会签协议，会提供整地补偿费、甲年资综合补偿。 不离个自救会发现无出面控制的受贿员嘛有，加上补贴金额无同，就提出诉讼。法院认定8月16日会上结论，都讲是行政决定进行的，准备作业行为，不是行政客户。现在法院这样的一个高位的判决以后呢，我们会尽数拨后面的2.8亿。换句话讲，我们这样子会拨了5.4亿到5.5亿左右出去。 劳动部主张因无跳票，补偿拢有依照当初协商，今麦判决出来会甲村的2亿官拨款拨后续。自救会强调会提起上诉，总统选举就要到路，伊卖重启抗争。记者综合报道。 在英国发生游乐园爆炸事件，有替20多名患者开刀治疗的台大医师黄惠夫，2008年因为医疗纠纷控告，一审无罪，2审红判4个月。因为受到当时的法制规范，无法度上诉到3审，一直到去年律师团提出医学鉴定新事证，申请再审核准。台湾高等法院在今仔日判决出来了，黄惠夫医师无罪确定。 这12年来的辛苦，12年来的煎熬，没有人可以体会，没有人可以了解。得到无罪判决了后，讲出12年以来心情也是讲甲后更低。捌伫咧8仙颠簸当中，替20多个患者开刀的台大医师黄惠夫，想起这段时间的医疗纠纷的案件，伊的心情真感慨。我本来就没有犯下任何的错误，但是因为被不公平的司法审理，让我知道。 不是我谨慎就可以解决的，我还要更小心。防御性医疗是不可以避免的一个问题，请大家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也请健保署重视防御性医疗的重要性。 2008年，黄医师替一个患者进行正脚的筋膜切开术，患者手术了后5天，家己转院，结果正脚脚头尾关节突轮，引起血管塌掉咧，全要甲脚切掉。家属提告去向以业务过失抵挡伤罪来起诉。 一审判决无罪，2审去向该判有期徒刑4个月，会当1颗罚金。不过，迄当阵的刑事诉讼法规定，3年以下有期徒刑轻罪，袂当搁来上诉3审，所以判决的定案。虽然后来司法改变规定，不过伫咧司法进程的案件袂当来使用。不离个律师团提出医学鉴定的新的事证，伫咧2018年时阵得到再审的机会。鉴定报告是指出，在转院的途中，有可能会导致病人。 产生截肢的一个结果，那也黄医师他的治疗的过程并没有所谓的违反任何医疗的义务。医学鉴定指出，筋膜切开术的手术本身是真成功，患者手术了后嘛有真好的照顾，大病的期间嘛无组织坏死的状况。高医调查鉴定的报告拢是刑事确定判决了后的意见，判断患者脚头有突轮，可能是伫咧转诊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确认甲进前的判决认定有出入，所以裁定再审，判决的结果无罪确定，嘛变做台湾第一件准再审而且佫无罪确定的医疗纠纷案件。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湾，真侪人拢会乱食物件，不过台湾也出现头一个食肉肉过敏的案件。医师也认为讲，这就是真罕见对营养以及着肉类过敏的镜头，全世界无90件。医生也提醒讲，若是食物件对过敏的人，就要加注意。若准是食物件出现喙唇会肿，而且是想要吐的情形，就要赶紧去看医生。过来发生第一件真罕你看食螺肉过敏的案例，一个15岁查某囡仔伫咧夜市食炒螺肉了后，无到半点钟出现过敏性的休克，紧急送病医了后，结果确诊是真罕见的头粉虱肉类过敏症候群。就这个案例的话，就是他一直确定他对螺肉过敏，就是对一个食物过敏会产生的症状，不外乎就是可能一开始吃下去就会恶心呕吐的感觉，那或者是过了一阵子以后开始觉得嘴唇肿起来，或者是眼睛肿起来，然后皮肤发痒的一个症状。那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晕眩，然后或呼吸困难的一个症状。医师表示，螺肉过敏源是真罕你看，目前全世界文献发现无到10例。螺肉过敏甲红肉过敏的患者同款，而且嘛拢会对头粉虱来过敏。过敏的症头拢是血管性寒水，而且嘛会发生低血压、黑骨，更较严重的第3型过敏性休克。螺肉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食物，可能跟它的在分子过敏原的一个概念上会有些相似，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牡蛎啊，或是扇贝等等，也有相关。比如说可能虾蟹，你自己知道自己有过敏体质，一旦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就要有警觉性了。较常的过敏源食物有海产类，医师嘛提醒，有过敏体质的民众，平常时大家加注意食食的惯势，量早去病院检测过敏源。若是讲物件食了发生喙唇肿起来、皮肤痒、冰白想要吐，都有可能是过敏，要赶紧去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平定的家长会委托厂商按中国迄边进口3000支雨伞，讲要捐予市内24间学校。想袂到中国迄边的相关单位抓准讲这雨伞是要送到香港做这欢送中运动，想袂到就甲这批货扣起来，经过1个月才送到台湾，有影是喊呱呱。一箱一箱的爱心雨伞，搭对火车顶悬搬落来。桃园市高中小家长会平定分会，摕到在地企业支持赞助，拢总捐3000支爱心雨伞，予24个学校，避免熊熊落雨，囡仔无雨伞通好举，甲规身躯澹鼓鼓。这批伞有3000支，那在制作运送的过程因为香港反送中他们这个雨伞的耗量很大。所以中间有被拦截了一下，对，一波3折。但是爱心雨伞做好，伫中国报关要运转来台湾的时阵，拄到香港反送中抗争，防国会是要借台湾的名义送去香港支持反对运动，有安全的记录。所以封扣1个月，争取真久才运转来台湾。雨伞上面印有学校的字样，我们做绿色其实跟政治没有关系，然后跟反送中运动也没有关系，是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绿能。然后环保，然后跟学校那个永续发展。家长会强调，校园爱心雨伞甲政治无关系，感谢企业慷慨赞助30万，加上募款，拢总有40万，做30支爱心雨伞，预计35000个学生受惠。嘛希望借着这件好代志，向其他单位来提供更较侪资源关怀学生。记者综合报道。体育大车拼，台湾一定赢！台湾体育局最高荣誉运动精英奖在今日下晡颁发，亚洲联的查甫选手郭幸存摕到最佳女运动员奖，最佳男运动员奖是由鞍马王子李志凯提起。世界杯女子射箭队摕到最佳运动团队。17岁的游水选手王冠宏，因为摕到奥运的参赛资格，也成做最佳新秀运动员。规身躯穿甲红旗旗，佮穿15公分的关大鞋，亚洲联的选手郭幸顺增加真水出色运动精英奖，准备要来颁发最佳女运动员奖。得奖的是，我今天没有白穿，郭幸存。家己手工好，加在今仔日增加真水，郭幸顺伫咧2013年、2017年了后，第3届摕到这个奖。就是每一次的入围都代表我在每一年的一个水准、一个成绩的发挥，都一直都有存在着。入围的戴祖颖、文祖云、吕晨妍、甲林佑婷嘛拢真高。郭幸顺送予大家翕这个字，做伙参加东京奥运。甲最佳女运动员的颁奖状况同款，李志凯担任最佳男运动员的颁奖节，落尾嘛是念到家己的名。这次就是很一个大突破，就是以团队的方式，不管争取到奥运资格，或是站上颁奖台得奖这样，然后这次又可以入围金鹰奖的肯定这样，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跟突破。连续2档摕到个人奖创下纪录，
李立凯阁希望讲，甲今年世大运的队友摕到团体奖，毋过真可惜，落尾输予今年世界杯女子射击队，当年的林正贤教练也摕到最佳教练奖。若是打退休的职棒球员裴正敏是摕到最佳运动精神奖。今年几落届破游泳全国纪录的17岁选手王冠宏是得到最佳新秀奖的肯定。期待会是别人期待，但是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样子，就是还是先做好自己该做的，对。体育署指出，台湾今年伫咧国际认定的奖牌要到600面，其中包括150面的金牌。甲过去精英奖就是亚当咧甲台军都无共款，即马体操拼起来，成绩拼倒转来。游泳嘛加入来比拼，要评选是真困难。毋过嘛代表台湾选手体育实力的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最近出现一种新品种——乌海刺海梯。这种大型的海梯是新物种，也真罕得伫人类活动的海域找到因。目前也无啥人记录。海生馆是参考真侪资料才复育成功的。记者玻璃看到这只伫咧游的水母，身躯顶的色有红色甲柑仔色。伊的外形真水，色水阁遮尔多，才叫做乌海刺水母。它的颜色明明是橘红色的啊，为什么要叫黑海刺水母？这源自于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Black Sea Nettle， 因此直接翻过来就是黑海刺水母。解说员详细讲解为什么安尼号名，也个乌海刺水母伊的手甲喙有红色甲白色的特征。乌海刺水母生活伫咧比人类活动的海域更较深的海底，真罕见。海生馆开真侪时间才复育成功。黑海刺水母为降新颖的物种，一般水域中十分罕见，培育成功，大大提升了馆内对于水母的培育相关经验。海生馆讲，乌海刺水母1977年才被列做新物种。伫咧人类活动的海域内面是拢看无，这个人参考资料一直调整水质，营造出伊适合的生长环境，互民众看到这种生活伫咧深海内面的水母。记者综合报道。伫云林有真侪艺术，拢伫咧替无形文化资产拍拼。云林县政府也举办108年度保存者的受证典礼，在今年当中有8项7位艺术受证。除了感谢，也希望文化会当继续流传。一笔一笔认真地画鼓仔顶，伫鼓仔顶世家出世的林聪贤，从退伍了后，就接厝人的工课，做手工鼓仔顶。便若过年元宵也是妈祖圣诞设景，差不多全北港的手工鼓仔顶拢是伊做的。今年把红颁做云林县文化资产保存艺术保存者。人家我就觉得很高兴，受到肯定，那是高兴是一定的。云林县有真侪传统表演甲传统工艺艺术，为着感谢因有云林传承甲保存传统艺术，县府举办108年度无形文化资产的受证典礼，包括剪花、布袋戏、灵凤赛阵等等的传统表演，阁有鼓仔顶、灵狮制作、大木作技术，拢总8项7位艺术摕到受证。阮在黄海大学习，即马传予我的后生，我希望讲代代延续敦煌教化，尽一点绵薄之力来让他们感受到备受尊崇。那我们希望这样非常好的一个文艺还有非常好的工艺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学校或是各个领域里面能够跟我们教育来结合。其中带领灵凤赛阵的艺术吴定兴，这几年来拢伫偏乡学校甲传统表演顶紧，希望让这寡传统艺术继续传承。云林县府文化处表示，希望透过受证典礼颁发无形文化资产的证书，感谢这寡艺术这侪年来的付出，也推测县内丰富的无形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神食光，人食庄，大家人拢嘛想要装好水水。伫咧香港科技大学4位美法系学生代表台湾去到日本东京参加日本艺术节比赛，将10件的功夫摕出来，也得到前3名。不管什么款的色水、什么款的造型，爱求、爱叠、爱长起来，拢总有法度随写出来。这4位是来自台中香港科技大学美法系学生，日前代表台湾去到日本东京参加日本艺术节比赛。经过久长的训练，有18个功夫，用10件的手路变到爆发头组的前3名。那最后我是在大自然中找我的灵感发想，就是像鸟儿展翅的那种，它的翅膀的那个弧度弧线，刚好我在做发片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呈现出来那种感觉。其中有一位大学2年的选手陈正温，伊阿嬷伫顶个月率来过身。
虽然失去亲人真艰苦，伊也目屎含泪，甲阿嬷的手尾钱摕去做比赛所费。好佳在有拍拼就胜利，甲代表最高荣誉高等级的奖杯炸登台湾，伊也甲这份光荣献予伫天顶的阿嬷。就希望他有看到我的成就，对，但是很可惜他没有看到。那这几位学生基本上都是马拉松型的一个的学生，他们愿意投注很多的课后时间在练习上面，甚至于可能应用到他们很多自己私人休息的时间。这4位选手对台湾的初赛开始过5关16将，也发挥家己的创意甲特色，唔但甲学到的技术变作是家己的随身宝，也看到台湾的批发产业有优秀的少年人建起来，爬上国际舞台，予世界看见。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县的体育会邀请台湾脚球队的队长陈碧良去到中华举办脚球训练营，希望透过名青教练团的经验，让中华在地对脚球有兴趣的囡仔有较好的训练机会。真侪学生囡仔介意踢脚球，不过无亲像棒球同款，脚球这项运动的培训伫台湾也无真时行，所以中华县体育会邀请台湾脚球队队长陈碧良来中华举办 Be Heroes 陈碧良脚球精英学院，因为有机会甲名青教练学习，囡仔拢真欢喜。其实，在台湾当运动员是非常辛苦的，尤其又是足球这一块。现在有这个能力，我希望能够去做一些回馈台湾更多的事情，来帮助这些小朋友成长。为了伫中华推广运动，中华县体育会邀请全台湾上好的运动牛人来中华，让有兴趣的囡仔有机会得到较好的训练。开始会比较恐怖，可是最后会慢慢接触肢体的碰撞，然后比较不会就是比较不会怕。足球精英训练营由陈柏良我们的台湾队长来领军，可以让这些小朋友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台湾最顶尖的一些好手。透过这场训练营，利用教练团做积极球员的比赛经验、技术甲态度等等，设计一套课程，让学生囡仔学到平常时学袂到的物件，提供因上专业的指导。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的嘉东国中，唔但培养真侪电球的国家选手，在今年也用电球结合现代舞，伫屏东县赛摕到国中团体甲组现代舞蹈的冠军，明年也要代表屏东县参加全国的舞蹈大赛决赛。学生甲队形苦做半日，对音乐跳舞。嘉东国中的学生当认真伫咧排练，即期合作颜色的斗魂的舞蹈，因要展现电球运动，也佮有现代舞蹈的水。电球社和舞蹈社的学生囡仔，就爱配合甲正吧，才有法度。因为藤球队他们没有跳舞的经验，然后我们舞蹈社的要去带领他们，然后有时候会在舞蹈跟藤球之间会有一些吵架争吵。然后我们就会互相去磨合。嘉东国中会当讲是培养电球国手的重要基地。家中的学生也有毕业的校友，伫咧全国的电球比赛定定得顶。这届学校是头一届甲电球运动也有现代舞结合做伙。因伫咧全国舞蹈比赛的初赛，就伫咧屏东县内摕到国中团体甲组现代舞的冠军。得到第1名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辛苦都非常的值得。这一次我们要去参加全国比赛，我觉得我们非常有信心。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能够开拓孩子的一个视野。摕到县内舞蹈冠军，顺利得到明年春天全国舞蹈赛决赛的门票。嘉东国中的电球高人，也有舞蹈社的学生囡仔，要甲因喜意的运动，也有兴趣斗做伙，因有信心会使赢这届全国舞蹈比赛的冠军。记者综合报道。未来的清查安怎安排？做伙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5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1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巴西看圣诞老人骑水上奥多拜，也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
了。